大家好，歡迎又嚟到 Win Win Channel，我係黃啟聰 Manfred。咁今次要講嘅咧就係鄧麗君嘅一個4 CD 嘅波式，其實應該用一個比較懷念嘅心情去講，因為咧唔經唔覺，原來鄧麗君已經逝世咗30年㗎啦。而佢逝世咧就係1995年嘅5月8號，當時就喺泰國嘅。咁唔經唔覺已經30年，但係咧佢嘅歌曲同埋佢嘅聲音咧，其實咧都永遠喺我哋嘅心目中係佔一個好重嘅地位。尤其是佢有幾首經典作品啦，譬如《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電視歌曲啊、廣東歌曲等等咧，《風霜伴我行》啊等等咧，亦都係好經典、好經典。而每一次聽到咧，都會感覺到好似喺面前唱緊歌個感覺㗎。咁最近咧，唱片公司推出咗一套嘅4張 CD 嘅一個好大型嘅，接近好似 box set 嘅包裝嘅感覺嘅一個嘅唱片嘅，裏邊有4張 CD， 而且好有心機咁分開咗4個唔同嘅章節，包括咧第一個 CD1 就叫喜之章，咁裏邊收入嘅歌咧就係佢初初出道，而且係流行曲味比較重啲，亦都比較甜蜜開心感覺嘅，譬如《漫步人生路》啦、甜蜜蜜啦，或者有《小村之戀》啦，同埋有一封情書、4個願望等等，可以講係鄧麗君偏向比較早期，亦都係比較令人大家都好喜歡、好留意嘅一個時刻。而第二張咧嘅 CD 咧就叫《戀之章》，咁裏邊更加有經典嘅作品就係《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埋《濃情萬縷》，再有其他嘅歌，譬如有《愛人》啦、《我只在乎你》、《何日君再來》等等，係將新舊唔同歌曲嘅時代作品咧一次過侵入咗。而第三張就叫《影之章》，點樣叫《影之章》咧？應該就係同電影有關，因為原來裏邊收錄嘅歌曲咧，大部分都喺電影裏邊出現過嘅。一開始咧就有一首咧就叫做來自吳哥窟之戀嘅電影裏邊嘅插曲，叫做你可知道我愛誰。其實能夠揀到呢首歌，其實都相當之難得。可以講呢次選曲嗰位人物啊，嗰位仁兄咧係好明白、好認識到鄧麗君嘅歌曲嘅風格嘅，所以呢首歌擺咗喺第一首係好值得推薦俾大家。而另外一首咧就喺《楚雲飛》裏面嘅千言萬語，咁首歌其實講起個歌名，你諗到已經係鄧麗君嗰把聲音已經走咗出嚟。其實鄧麗君嘅厲害之處同埋佢令人永遠懷念嘅地方就係呢樣嘢，每次由歌名去帶翻佢嘅聲音，帶翻佢嘅音容永在嗰個感覺係絕對值得大家懷念重溫嘅。而第4張就叫做《頌之章》啦，咁 CD4 啦，咁裏邊收入咗一啲嘅日本歌曲，咁頭2首都係日本歌名，另外咧就去到之後咧就有《舊情綿綿》啦、《難忘的愛人》啦、《雪中情》、《一水隔天涯》、浪子心聲等等嘅，我覺得4張 CD 分得好清楚，而且咧唔同時代、唔同嘅音樂嘅背景，有影像感覺，又有佢開心嘅時代，亦都係去講一啲愛情歌曲嘅味道，亦都有一個比較介紹到佢一路發展來去由日本到香港到唔同時期嘅作品，亦都有啲英文作品，好少大家都會聽到嘅。譬如有 The River 啦、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s 啦，其實鄧麗君唱英文歌亦都會有佢自己嗰種嘅風格。如果可以講我哋好懷念 Karen Carpenter 嘅聲音，我亦都好懷念鄧麗君唱英文歌嗰種嘅味道。好啦，講到呢一套咁靚嘅包裝，睇睇裏面有啲乜嘢啦。咁我已經攞出嚟睇㗎啦。咁裏邊咧，首先就有一本嘅呢個嘅畫冊，哇！畫冊好厚啊！睇下有冇寫到幾多版啲，有冇寫幾多版？但相信呢度都會有差不多有40版以上。咁裏邊用好厚嘅卡嘅紙去印，而且每一版嗰個顏色色調咧，亦都好有懷舊嘅味道，亦都令人哋咧感覺到咧嗰種嘅氣氛咧完全走咗出嚟。嗱，每一張相其實用得好靚，選得好好，一路揭落去，哇！呢個好 sharp 好靚啊！呢個應該呢一個係屬於佢唱，係咪《風霜伴我行》時代嘅一個包裝咧？我唔記得啦，但係大家更加熟悉鄧麗君嘅 fans 一定知道係邊個時代。咁其實我最近睇到啱啱裏邊睇到咧有一個，哇！而家全部嘅唱片封面啊，佢嘅 CD 封面啦、黑膠封面啦。咁亦都有一啲3寸 CD 嘅封面，係咪得一版先？睇下有冇？得一版，但係呢度已經好齊全咁樣，每一張唱片日本版有日本嘅歌名，有埋佢個號碼，
咁亦都有香港版嘅唱片嘅號碼，係相當仔細同埋一真真正正一個 discovery 咧，係讓人感覺到真係可以追溯到鄧麗君一路發展嗰個路程同埋經過。好，另外再第二份，呢個咧當然就係擺 CD 㗎啦。咁擺 CD 裏邊，就有個歌詞冊啦。歌詞冊裏邊咧就有晒所有嘅歌詞啦，係啦，都好有條理啦。嗱，呢個影之章第3張 CD 嘅裏邊嘅唔同嘅歌名啦，咁裏邊亦都有佢嗰啲唱《風霜伴我行》呢一首嘅歌曲，亦都係鄧麗君第一次用廣東話唱電視嘅主題曲。咁作曲咧當然就係顧嘉輝先生。咁咧就而作詞嘅咧就係鄧偉雄先生。咁我最近咧就同鄧偉雄去傾偈。咁咧呢位好出色嘅作詞人，佢講到寫《風霜伴我行》嗰時咧，原來有個好特別嘅情況，就係當時鄧麗君係趕住第二日咧就要飛翻去台灣，所以咧就要逼鄧偉雄立即去錄音室去嗱聲寫首歌俾佢。即係因為有咗阿輝哥嘅歌曲㗎啦，就係未有歌詞，於是鄧偉雄咧就專程去到錄音室，即刻去寫好咗。花咗大約係幾個鐘頭之後，完成咗呢首嘅歌詞，亦都將整套電視劇嗰種嘅故事感覺同埋鄧麗君係演繹出佢嘅味道出嚟㗎。所以講歌曲作曲嘅顧嘉輝先生好精彩，鄧偉雄先生寫嘅歌詞亦都好精彩。當然鄧麗君嘅演繹亦都非常之出色。所以呢一套嘅4 CD 嘅一個套裝，我覺得無論你係咪中意，譬如真係咁着迷鄧麗君啊，點都好咧。但係我覺得點都係佢代表一個唔同時代嘅一個見證。咁或者再睇睇裏邊嗰啲，我明我應該開依盒啦，就應該有佢嘅CD 喺裏邊。其實 CD 應該都設計得好靚嘅。嗱，我小心唔好跌到佢啊！嗱，仲有一個喎，原來越開越多嘢。呢個係一個叫咩咧？一意專心。據聞咧，呢個係一個棟企喺台面一個嘅卡座，我亦都唔開啦，保持神秘，睇你開即係咩嘅靚嘅棟企嘅卡喺個台面一個嘅卡座。而另外咧，裏邊嘅 CD 拎開歌詞片就係4張 CD， 用黑白嘅設計嘅封面，包括咗唔同嘅時代1、2、3、4，咁亦都係唔同時代嘅鄧麗君嗰個造型係。用黑白相我覺得好靚，更加有嗰種嘅懷緬嘅味道，所以呢套唱片我自己都好中意，咁亦都成為咗我自己珍藏之一。